从前按做，欢迎收看下晝2點的客家新新聞，我係紀麗玲。下晝2點的聽聽客家新新聞，來關心一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聽聽出來開記者會。等一下呢，我會同大家來做重點整理，先同大家來分享一類，最頭指揮官一下正式要出來以前，先來看到也係唔係從高研版本的指揮中心呢，也係乜嘅主題呢？也就係屏東嘅鴉片客家事務處來推出嚟，希望大家來協防疫樣片。所以講，做嚟本也條聲音呢，國小嘅小學生了解得到新聞時事，韓國如何愛防疫以外，咪學得到客家話。嗰種嘅條呢，就協嘅亞種嘅細高研版本嘅指揮中心樣片，呢度有防嘅內容，各大鄉親朋友來關心下。本日大家收看豐田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首先，來同大家介紹一下今日出席嘅人員。我係指揮官嚴世忠，我順後嘅係副指揮官郭世忠，還有李世忠。後邊兩個就係高鐵世忠同林嘉麗。我哋首先請我哋嘅副指揮官來同大家說明一下。我係郭世忠，提醒大家要保持社交距離。社交距離嘅基本原則，就是唔係貼近人嘅共享空間，迄條路尾最少要保持1公尺，弧度最少要保持1.5公尺嘅距離。迄個無法度維持隔遠嘅地方，請清楚要記得要在作業內。迄對防疫有乜嘅無清楚嘅素材，也係身體眼神無爽爽。做得到1922嘅全線天法哦。我係李世忠，提醒大家要記得勤洗手，免唔好添用嘅洗手切嘅方法。我豐田嘅時候呢，也條學生嘅真實當有創意，嘅指揮官按照陳時中，家下呢樣片地度，大家咪看得到有各種無窮樣嘅指揮官，也條呢出來同大家來做一個高研版本呢嘅分享哦。咪請鄉親朋友做啲發揮創意來協調嘅樣片。今日從記者會開始以前，先要來關心嘅係世界以下嘅一個防疫嘅情形。現時已經全世界有200萬客家嘅確診案例。今日我帶大家來了解到嘅係日本方面。日本以下呢確診就有12368嘅例案到位，其中呢有328嘅人係死亡。韓國呢因為以下有當到，其實大家就面到講哦，日本一案到以來，因為100嘅疫情會發生到案例開，韓國呢強就愛控制唔下來嘅，所以係發生嘅乜嘅情形，透過新聞樣片帶鄉親先來去看啊。投資村看了後，日本5年公共救美子23萬人之武漢肺炎高升，享受63歲，日本人疫情當境外。日本警察聽講，3月中到4月22日，有73個警察之間呢都確診抽到武漢肺炎。呢期間竟然處理過響4嘅信息當中，有15副信息後來驗出切到新型冠狀病毒。日本4月29同5月初3到初6係黃金週連假，東京受到當年3萬注意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呼籲民眾盡量用實施網絡轉向。東京都第4小七8號子，希望同日12日聽走係頭五下禮拜，希望市民盡量莫選5擺。另外，有名景點拍傳向嘅拍中村未宣布連假嘅天氣營業，對連是內傳染嘅小南海岸公司道理的猥瑣，未做好個封鎖，禁止民眾去留了。而主力部發田先出名嘅前日就從故鄉工廠都後會發揮，10月開始當年去上發。當天市政府跟那些同人基地度10萬外旅嘅主力部產品，另外同模仿這部嘅情形下，當到田貝國際線嘅航空公司同客機轉做貨機，亦在對國外檢捕日本嘅防疫物資。記者請為嚴重演講前時同編譯。韓國數呢也一部嘅，其實日本鴉片嘅疫情呢係見來見厲害，韓國就係超過大家本單安全呢，所以係發生乜嘅事情。比如講呢，醫療鴉片強就會看唔贏嘅。韓國對民眾來講呢，按到嘅日本鄉親哦，佢哋有生活條度其實因為疫情咩
正式动唔理片。比如讲呢，政府要求讲，商店嘅超市业者，佢一條呢要由入去過後，要開始有管制。係個殺下來，因為大家就強下下嘅，聽到日本嘅連續假期就愛來嘅。我看到喎，因為呢，台灣係5月初一有3月好了，也係5月嘅勞動節連續假期。不過對日本來講，佢一條嘅連續假期就限較長嘅，對下個禮拜3也就係4月29，就會一次。29、30，韓國5月初一，我一次連登了按多年，總共有8年按9，也就是一般講嘅日本嘅黃金週。嗰時呢，個客人啲新聞條都咪看得到嘅，因黃金週呢，也下政府就向大家講，盡量唔好拖廿連休假期期間出現落去，就係當講人為始終起來，造成呢全市感染嘅風險度提高嘅。韓國呢醫療嘅情形，帶鄉親朋友用一個新聞方面來看下詳細啲位，因為呢提起也偏下地方性嘅醫療診所強感染嘅能力，就愛唔拉，強就愛砍唔贏嘅。新疆病毒之前發生到今為時10年，日本專人拉 Q 昆摩水在後加位個後，甚至介 Q 3成為統治昆摩水，8成片內挑住白冇關中介情形下來結行，之前檢測個國家防治工作陸續出現問題，日本台灣甚至檢復期之戰，戰略軍事感染入住邦年16三口子，日本英雄啦，然風撈齊到嘅接種地強動態料，繞 Q 之間靠專家副司技術做事，兩下之基本水準不檢制繞 Q 為歸山。那位56歲嘅台灣市長邱家日當地記者會韓國5線消費者的超市地圖透動世界事件調查破壞防治片面嘅三美嘅基礎，本描述韓國依然聯防批評，專為防治措施超市感冒和夾配，依度嘅自然接觸嘅熱客多，隨到病毒嘅風險動高，然共壓力動態。民生條度呢，民眾都會知道講當唔理片，比如講呢，家下人哋看得到，一個超市韓國業者呢，當到就會因為避免人潮集中起來，佢一條開始就要有當到嘅措施，提醒民眾盡量就去淘純業票嘅蔬菜要有管制，韓國就像台灣樣嘅，按排列嘅咪要保持一天嘅社交距離，大家要留佢綁床來離下人哋位，就係總唔得體檢，更怕講會有口冷水，韓國其他一種傳染嘅情形，還有呢，一個提起也下醫療強就看唔贏嘅，故所政府開始接下來唔但想針對講，就愛到來嘅連續假期，會有當道嘅管制以外，就係再個要提醒大家，因為一下日本嘅疫情實在係勁來勁厲害。大家都看得到喎，也就從大家本單想講，日本應該會做到當好，唔過樣會變做漸變安寧嘅情形呢。韓國呢也嘅海外嘅鄉親，一下客家電視、韓國客家新新聞就特別來推出嚟一個單元，按照海外鄉親看疫情。今邊呢，就講到一個日本嘅疫情咯，故所呢，也偏沒有日本嘅鄉親朋友，記喺啲日本嘅東京，按照劉文林先帶鄉親將下來談看下，記係樣嘅講嘅。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台灣苗栗太府新貴莊客家人，我名係按到劉文林，大家好。我喺日本40年，15歲住來日本，老公係日本人，有2個奶2個妹，3個孫呢。今日我要講呢個新冠肺炎嘅嚴重性。喺日本3月25到4月25，當日就有400例到500例，呢個東京就120例到180例左右。也最近呢一禮拜，當日就死咗13到25殺左右，非常嘅嚴重。我當日就體育卡唔敢出去，一禮拜視察出現落去買東西，買好就走來。住上餐，我老公帶坎城縣，做唔得進來，因為進來佢就要隔離2禮拜。我來進來，自家到自家房間，食啲東西冇通下，因為佢當日停落去，非常嘅危險。日本嘅政府呢對一個國民不錯，13年做得10萬條日本嘅補助金等於台幣3萬塊，較窮苦嘅人做得申請30萬日本錢，大約快9萬塊。一方面嚟講，日本嘅政府做到
不错。但是那个传染呢，做马个地方传染出来，大部分是养老的地方或是医院聚集人多的地方传染比较多。我希望那个传染病毒还得到的消失，因为我本身去过唔好，我如果传染非常的严重，所以我咪请假了。希望大家好好的补充身体。你也喺台湾寄过来的口罩，什么台湾的政府感谢，也还买唔到口罩，消毒液也买唔到。我行到感谢那个客家电视台帮我一个机会，什么感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快乐，安子噻。和非常神梦一个来自日本东京的刘文林刘武师，佢对大家来分享讲，一下到东京你看，家下面讲到嘅，再也咩一下食材买唔到，韩国消毒用品像消毒水、酒精一条，食材呢爱排列的，唔但抢讲排列的，其实一下就算排列的，一下咪买冇，故所咪看得出一下防疫有当到嘅东西，一下对民众来讲。當唔潮切，韓國咪千唔啲片。家下呢一個劉武師哦，佢就有講到講，像家老公呢係啲慈誠一個慈善一個素材，故所面試兩公婆愛攞佢搬開來，卻因為係講佢對慈善，家老公對慈善轉到一個動靜過後，行愛隔離，韓國呢家來嘅，愛食東西咪冇辦法向下來食，就係強怕講頭腦杯會有乜嘅高風險嘅情形咯，故所呢也係日本向前帶來嘅。一個特殊嘅觀察，等等指揮中心就愛來開記者會嘅，咪日日帶鄉親朋友來關心疫情嘅前線發展。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哈！谢谢大家今天还是到疾管署来关怀国人的健康。我们今天记者会还是我们陈指挥官跟陈副指挥官一起都在出席。然后在陈指挥官右手侧，我们的张召集人也同样在场。那在我右手侧，大家都应该很认识，我们是社区防治组的庄仁祥庄副组长兼发言人。那现在就请我们的指挥官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一天工作的一个进度。好，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们，大家好，大家午安哈。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报告还是新增1例的确诊个案，好，那这也是磐石舰队的实习生。好，那今天新闻记者会稍微晚了一点哈，因为这个案我们是1点半，好才接到一个采验的结果，好的报告，所以为了修新闻稿，所以稍微晚了一点。那这位是20岁的男性，是东部舰队的磐石舰。4月18日，当然到集中检疫所采检，那一检是阴性。那大家也知道说我们有抽了血，那因为他抽血里面是有阳性，所以我们有抗体的阳性，所以我们对陆续对抗体有阳性的，我们就再采检一次。那采检呢？今天确诊了1点半，确诊是阳性的。那总共我们这个案件到目前31个人确诊，那掌握的接触者有1865人，那其中534人是居家隔离的对象，那已经采检的173人，154人是阳性，那其余在检验中。那1331人为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那我们到今天总共确诊的案例是429人，那275人解隔离，昨天上264嘛，今天多了11位。那另外我们这事情也是一个规定放宽的一个规定来宣布，就是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在居家检疫这样的或居家隔离的情况，那尤其是在居家检疫就发生了就很多的一些案例，那我们基于在人道跟防疫的考量，跟现在对于疫情跟检疫者的情况的一个掌握，所以我们宣布说就会奔丧或者探视当然指的是说
即将这临终的人哈，那我们居家隔离检疫者可以在相当严格的条件下的限制可以外出。那所以在居家隔离、居家检疫，因二等亲等的亲属身故或重病，等的紧急的社会的需求需要外出奔丧或探亲，那基于人道的考量，那我们可以向地方卫生局提出出外的申请。那基本上它是要等于是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第5天以后才可以了哈。因为在5天内可能还有相关的一些症状或怎么样，那这边都没有症状了。那第5天以后，无症状者向地方卫生单位提出申请。那经审查符合相关的二等亲、重病或身故，那取得医院的同意探病后，由地方卫生单位安排至指定医疗院所自费采检。那取得检验阴性报告2天内，经医院同意后，由地方卫生单位安排外出。那无论探病、奔丧或办理丧事，均以1次1小时为限。外出时需全程佩戴口罩，并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当然是不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那我们现在总共有18个的指定医疗院所有提供自费的检验，相关检验费用由各县市主管机关核定。那后面我们当然如果还有需要的话，我们会增加指定的院所。好，那以上跟大家报告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进行每一个礼拜我们张教授时间了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奉指挥官命令礼拜6尽量跟大家做一些我们国内的病例的一个报告分析好，下一张。好，这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包括在疾管署的指挥中心的外网上面，其实也看到那比较大家关切的，当然就是后面这2波的高峰。那这是所有的一个法定传染病的通报，加上扩大监测的一个通报的个案数了可以看到，这就是清明连假结束以后的周一，就是特别的高起来。然后在这个刚过去的这个前面的那个礼拜6、礼拜天，刚好就是碰到我们的这个杜牧舰队的事件嘛那所以在他礼拜1的时候，这个扩大筛检的一个通报也特别的跳得高到也是1800多个案那也之后也有逐渐慢慢的下降下一张。好，那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428例的以发病日来看的这个流行曲线图了那后面这一波这个颜色可能要做一点调整不应该完全归在境外。不过目前的我们的这个外网的资料上面还没有完全正确的显示，这一波大概都是跟这个杜牧舰队相关的案例在这个附近才发病的下一张。好，那这一波因为男性居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本来是过去上周跟大家报告的是女比男略多一些那现在几乎变成几乎是一致了50.5%跟49.5%几乎是一半一半。年龄的分布还是一样的中位数还是在32岁，那大于60岁的比例相对又变少了一点，上礼拜是15%，现在是变成13.5%。那本土的个案55例占13%，那境外移入个案343例，这是数字有点错误，80%。那我们的动物园训支队总共有30例的，那所以这个是占7%。那境外移入的还是一样就是没有什么变动，还是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土耳其为主。下一张。好，年龄的分布大概也没有太多的变动，不过20到40岁之间，其实占比就变得更高了那也是跟这一波的木舰队的这些30个个案的年龄大概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还是以20到29岁占的最多，然后
其实是30到39岁，那60岁以上那已经排到第3了哈。下一张。那如果以这个428例各年龄层的个案数所占的百分比来看的话，这20到29岁是占了37.6%，37.6%，30到39岁占21.5%哈，那60岁以上是占13.6%，13.5%哈，所以在20到40岁之间就将近占了60%左右的个案啊。那这上次也说过，就是因为我们个案的一个特性的关系，包括到国外留学或游学哈，那还有这一波的这个官兵还有学生哈，那军校学生所造成的就是在年轻族群变成占比越来越高哈。下一张。好，那根据 WHO 的疾病严重度的分类，那428例当中，我们的无并发症轻症，包括无症状的感染者哈，占了差不多70%左右。那有轻度肺炎到中度肺炎呢，占了22%哈。那严重肺炎或者是呼吸窘迫症候群的比例也略微上升哦，那占了8.2%。那这个是一部分是说，因为本来我们也许看到轻症的比例更高，或住院当中有些会出现肺炎，那有些就演变成严重肺炎，所以这个严重肺炎的比例相对比过往的统计来得略高一些。不过即使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已经解除隔离，刚才说275个个案已经解隔离，所以占了将近2/3哈。那这些从昨天或到今天的上午的解隔离的当中，有些还没出院哈，那所以出院人数是264，那住院当中的还有158哈。不过这些相信有些也是很快就是大约10几个个案很快也会出院了哈。那死亡个案还是维持6%，不是6个个案1.4%哈，所以我们的死亡百分比大概就是维持在1.4到1.6之间附近哈。好，昨天也跟大家报告说，我们这些严重肺炎或者呼吸窘迫症候群，其实也不少使用到呼吸器哦，进到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当中。所以从过去到现在，我们总共有24个病人曾经使用过呼吸器。那这24个里面，当然也包括6个这个过世的个案。所以我们的死亡以目前来看，有使用呼吸器的死亡百分比大概是25%了哈。那昨天也跟大家说，在我们的很多医院的这个很优秀的一个第一线照护团队照护之下，那也有9个病例，其实是已经有9个病例也顺利脱离了呼吸器哦。那所以剩下还在使用呼吸器当中，剩下9位。那这9位当中有3位也同时在使用叶克膜当中了哈。那我们过去使用叶克膜个案有2例哈，也顺利的脱离使用叶克膜，现在还有3位在使用当中。那这9例里面就我从各个医院询问的状况，或者各区指挥官给我的资讯里面也很多例已经准备要脱离呼吸器当中了哈，所以预期我们这个脱离呼吸器的状况会在下礼拜报告的时候可以看到会有更理想的结果。下一张。好，那这真的是要非常感谢我们的一线所有的照护团队哈，那因为他们在负压隔离病房当中照顾就已经不容易，如果在负压的加护病房当中照顾就更不容易哦。那大家知道，在加护病房重症个案的时候，很多的维生仪器、维生器械、呼吸器，等等的哈。那平常照护就已经很辛苦了哈。那如果又要这样全副武装的这样子穿着，要进去照护这样的病人，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可是，在我们这些第一线的团队这样的辛苦之下，我们确实很多病人哈，在非常严重的状况下还可以复原，这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所有第一线照护的这些医护团队。那有时候在插管的时候，进去就更多人可能4、5个都这样穿着进去，为了一个病人所以消耗的人力、精神也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好，下一张。好，这是上礼拜也跟大家报告过，我们一路追着这个疾病的知识，对它的新的认识，或者对于疫情我们认为可能的威胁，我们持续不断的在扩大我们的通报的定义或扩大的筛检
那昨天有跟大家前天有跟大家提到，我们在2月底的时候就开始说，对于医护人员，所以医护人员有肺炎的话，我们就进到通报系统里面，它就是符合通报定义，就必须去做通报，然后采检，然后隔离开来哈。那3月25号，我们的专家小组也决定，对于所有医护照护工作同仁有发烧、有呼吸道症状，那就必须暂停工作，也通通进到扩大筛检的一个对象，而且要停止工作，等到他的症状消除，而且筛检2次都是阴性以后，才可以恢复到工作的岗位里面去哈。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逐渐扩大当中，那今天再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下一章，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们的法定传染病通报个案里面哈，那可以看到有旅游史的其实并不多哈。很多都是没有旅游史的哈，70%左右是没有旅游史，就进到我们的法定传染病通报系统里面。那这些没有旅游史里面，他们为什么会被通报出来？那有一些就是因为肺炎哈，那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医护人员的肺炎，或者任何的社区性的肺炎。这个是从4月1号到4月22号里面，总加起来法定传染病通报有7300个通报个案。那这里面另外就是呼吸道症状哈，占了将近30%哈。那有肺炎的是32%哈。那此外当然还有发烧的，也是将近有3成左右哦。甚至有其他症状的，也都会被医师认为需要进行通报，就会进行通报采检哈。下一章，那就如果逐日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到有蓝色的这个部分就是有旅游史的。我们从4月初一直到现在，有旅游史的其实是越来越少了哈。那整个通报个案数当然也是在逐渐下降当中哈，因为有旅游的回国的这样的个案已经越来越少了嘛哈，大家也知道。那里面其他就是刚才讲的肺炎、发烧、呼吸道症状等等的症状而进到我们的法传通报系统里面来通报的哈。下一章。那扩大监测通报的那就更多了哈，从4月1号到4月22号，我们总共有2700多件的扩大监测的通报，里面大部分当然都是无旅游史的哈，这个有旅游史理论上应该都是进到法传通报系统，可是这里的就是我们的警讯通知的这些风景点或者是足迹追踪，认为是有跟这些确诊个案有一些接触。同样地方接触的，然后我们就当做这个有接触或旅游这样的一个接触的地点哈。那没有这样的接触的状况里面也是一样，我们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肺炎当然占的比较少哈，可是都是发烧、呼吸道症状，就会让我们的医师觉得需要通报就进行通报，扩大筛检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下一张哈。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图就可以很清楚，这个就是清明连假以后的4月6号，就是突然的增加了很多，包括我们蓝色的部分哈，就到这个风景区的警讯以后，那就会通报的个案就会增加出来哈。那其他当然最多的还是发烧、呼吸道症状哈。就通通被我们医师民众就诊以后，我们医师就加强通报，然后就加强筛检哈。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清明连假这样的一峰高坡，慢慢下来，到4月18号，我们又因为舰队的事件，所以18号礼拜六、19号礼拜天到礼拜一，我们应该是上午就有发出这个手机的警讯联络了哈，所以礼拜一也是大量的通报就出来了哈，包括这些蓝色的好像有到他们的足迹相关的地方的通报也就变增加，一样还是发烧、呼吸道症状的个案也是非常的多，有通通都做筛检哈。那这样的一个大量筛检下，我们还是没有看到我们任何的个案的哈，所以不管是下一张。不管是一般民众的这样的筛检，或者是我们医护同仁的肺炎以外的发烧、呼吸道症状的筛检，之前跟大家报告到4月15号为止是有1500多个个案，那我们到4月24号为止哈，那就是变成2600多个筛检个案，
都医护或者是这个照护机构的工作人员哦。那可以看到，医师有300多位，护理师1000多位，然后其他医师人员300多位，那非医师人员的其他工作人员300多位，那照护机构的工作同仁有500多位。那这样的2600多位里面，筛检也通通都是没有抓到任何的一个确诊的个案哈。所以这就是有关于我们的过去这一段时间所做的努力的一些筛检，也让大家知道说，在这样的大量筛检之下，还是没有抓到任何的我们的医护工作人员的个案，或者社区里面传播的一个个案哈。好，非常谢谢张召集人。好，那现在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不好意思，那个《中国时报》想提问一下，今天证明这个实习生啊，可以请教他是来自哪个县市吗？那另外就是，台铁的车长有传出他有肺浸润的症状，想问一下说这方面指挥中心目前掌握的进度如何？谢谢。刚刚在讲这个台铁的列车长他的检验报告要下午才会出来，那可能要到明天才跟大家报告那个情况。那至于这个新的哪一个县市，我们在查监，因为我们确实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才1点半才刚新闻稿改好，那我讲县市倒不是很重要了因为他已经在那之后就已经在集中检疫中了，长官好，台视提问，想问一下说，就今天的这个实习生，他是因为血液中他的抗体是阳性，所以最后才会再采检嘛？那有想问一下说，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也是有这样的状况，就是 PCR 是阴，然后但是这个血液抗体是阳这样，然后你们可能还会再做采检，到底还有多少人呢？然后另外呢，还是想问一下说，这个疫情是不是有从这个海军传到陆军的这个情况？想问一下说，是不是有陆军也在做采检的这个动作？谢谢。刚刚在讲就是说，这些采检的我们这次大概因为这军舰里面时间比较长嘛大家共同生活时间比较长，那我们觉得说追查相关的一个传染的途径也是蛮重要的，所以那时候在我们以前验有 PCR 阳的部分，我们就安排陆续的去。应该说抗体了抗体是阳性的，那我们就再安排来采这个 PCR， 陆续的各类的这样的一个采检或抽血都会相对比较多。那这主要是要对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事件，去了解它的一个前后的一个关系。那这个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件事情不过我们还是持续会做。那陆军。就是说，好像我有看到那个相关的报道，就是说，好像有这个陆军那时候去接送这些到集中检疫的，好像有2位似乎有一些症状。那没有所谓陆军传到就海军传到陆军了，就他可能有症状，那赶快通报采检，那把这个身体的情况赶快来厘清就好。长官好，年代一电视这边想要问一下，说关于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一次说有9个疑似个案，那他上午又说有5个疑似个案，请问指挥官这样的发言适不适当？谢谢。我这样讲过说有这个疑似到有高度怀疑，那有疑似的个案，那就符合条件，经过医师的评估，那赶快通报，赶快采。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了东森新闻这边提问，想问第一个问题是，这波舰队的观察期是到月底吗？那如果安全度过的话，那是不是就确保不会向外扩散的意思？那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帛琉之前大使馆人员还有曾经和舰队接触的政府人员跟当地侨胞的检验结果都是阴性，那这样是否能就推论说感染源有可能就是从台湾带上去舰队的？那帛琉这边还会再做抗体的检测吗？那包含今天新增这个确诊的个案，它是之前采到5个抗体阳性的其中之一个吗？谢谢。最后那问题，这不是后来我们扩大全部去采
好，那个血液里面的，不是本来那5个里面的。好，那5个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除了本来跟大家来报告过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帛琉，它现在针对好像是我们的大使馆啊，或侨领、侨胞有做一些检验。好，那这个检验倒也不是为了我们这个事件的一个厘清，然后是帮帛琉这边把整个的一个检验跟预防的公卫系统来建立的。那当然两边的结果，因为有那时候的一个接触史，然后所以双方有资料拿来对的话，也对我们在要厘清整个的一个感染途径，那当然会有一些帮助。那另外说在疑似个案，我们不要讲说是怎么样的疑似了哈。我们看每一天，刚刚张教授也有报告，像我们昨天大家报告说我们的相关的通报，我们昨天就1000多件，那今天应该说前天了哈，那今天也有昨天也有800多件，好，那这些都是要赶快进入我们的一个采验的系统，那来通报来公布这些1000多件的相关的背景，那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了哈。不好意思 ，TVBS 想提问，就是我们已经连续13天是没有这个确诊个案，这个本土个案了。那想请问一下说，目前现阶段民众的防疫措施有要做什么样子的改变吗？第二题想请教一下说，就是今天确诊这个个案，它是因为抗体有阳性，所以才进行采检，后来是阳性的。那想请问一下说，那代表说它的病毒量是不是有比较少呢？谢谢。这个其实我们必须要再进一步的厘清啊，就是说它的抗体阳性到底是这个 IgM 还是 IgG 是阳性？那 IgM 阳性的话，就表示说它是近期感染了哈。那 IgG 阳性有可能它是比较早期的感染。那目前我们还在厘清说，因为在我们实验室有做 IgG 跟 IgM， 那台大的实验室好像是没有分这个到底是 IgM， 所以这一块我目前还在厘清说它到底是 IgG 还是 IgM 哈。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它是 IgM 阳性的话，它表示说它可能是近期的一个感染啊。那如果是 IgG 阳性，它可能会比较早期的感染。先这样说明，谢谢。指挥官好，民事提问，在检疫所隔离后来2采阳确诊的官兵，他们算是第3波感染吗？那第二题想请教，现在在检疫所的官兵呢，除了先前1采阴后来转阳的，还有多少人有出现症状吗？又有多少人是进行2采呢？谢谢。我先讲一下昨天哈，光昨天就是有23名是有一些，就我们每天都会追踪。这个在非确定病例，它的到底有没有症状啊？昨天有23位哦，所以23位里面我们评估就是不需要再采检的有4位，那已经采检的19位哦。那目前这19位有就是都还在应该只有4位还没有检验结果，其他都还在，其他应该都是阴性哦以上。他之前没有症状，到检疫所才开始有症状发病而被采检阳性的话，那此外我们当然还是也是一样要搭配着看他的抗体的状况哈。那如果现在检疫阳性身体里面没有抗体，那真的是近期比较发生的感染。那至于到底是第几波，那我们前端还没有厘清之前，我们当然也没有办法说它到底是第几波。指挥官好，中视新闻提问，想问一下，今天有公布这个基于人道要求居家检疫者可以外出的部分，那这取得报告之后，这是一次性的使用吗？还是说在检疫期间，如果他需要多次的办理，他是可以多次的出去？那这过程当中需要有人陪同吗？那另外，我们现在限定是1个小时，如果超过时间会有罚则吗？谢谢。好，那大概就是说，在法上就是1个小时，那当然超过就会违反我们相关的规定嘛，哈，那当然就会有处分。
然后第二个，就像它的一个必要性，那就由这卫生局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规定里面做评判。那交通工具的安排，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越安全越好嘛哈。那阴性的我们说在两天内可以来安排嘛取得阴性的报告，我们不需要那时间拉得很久因为大家看到说这报告今天验出来，那这2天我们大概可以说它是蛮安全的了你验不到，可再过来其实也很难说了所以我们大概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那这样的一个规定其实是很严格那但是为了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等于在防疫的一个关键期所以我们还是小心一点。那但是也在这里面确实我们在前段时间也收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实在是也觉得这样对有一些人会觉得好像也过意不去，那所以这里面取得一个平衡点希望能够在人情上面跟防疫的需要上面取得一定的平衡。客家电视提问，想问一下张教授，为什么台湾现在没有使用能调节免疫、治疗肺炎或是抗病毒，可以防治急性呼吸窘迫，好像已经上市的抗生素日舒？那请问是有什么顾虑才没有使用吗？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意大利有报告指出说有康复者体内有测到病毒，但他的眼睛分泌物却有病毒，想请教眼睛产生的分泌物若有带有病毒的话，可能会成为传染途径吗？谢谢。好，我们也有很少部分的重症个案，其实有用到所谓的免疫调节剂，就是抗细胞激素的一个药物来减低这个细胞激素对于肺部或是全身的一些伤害所以免疫调节剂的使用确实是有在使用，那不过也是很小心的在使用那第二个您说的日舒。日舒基本上我们就是在奎宁类的时候，那有一些报告奎宁加日舒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疗效嘛那在我们的国内的给临床医师的这些临床处置的指引，包括治疗指引里面，我们经过评估以后，那是认为这样2个加在一起的副作用可能会偏大所以在隔离病房里面，其实临时出状况，心脏出了一些状况，要紧急救护会是比较困难的状况所以我们避免因为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比例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副作用的状况，我们并没有建议合并使用您最后一个问题是眼睛好，眼睛这好像也说过好几次了嘛那有一些报告，有一些国家有某些医院的报告或某些地区的报告是有提到有这样的眼睛也可能有病毒的状况，可是也有一些国家有一些地区的报告眼睛没有培养出病毒来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或者它的病毒量不是很高的那在我们国内我们自己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说眼睛有发炎的状况，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去对他的眼睛去做病毒的筛检或培养我们相信这个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传播来源所以我们并没有特别去处理。那基本上因为我们其他的所谓接触传播跟所谓的这个飞沫传播的防护里面，就做好这样的一个防护以后，我们其实并不太担心眼睛的部分，反而是呼吸道出来病毒才是我们更担心的。不好意思，联合报提问，因为我们的5·1劳动节连假，我们是决定要照常。那想要请教一下指挥中心这边，对于5·1的连假，我们是否会规划在前一天发送国家级的警报来提醒民众不要前往人潮密集的地方？以上，谢谢。应该5·1劳动节，应该说这个假期。就这个假期，我们目前并没有这种延长或延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当然也不排除在疫情当中有任何时候有一个急迫的情况，那会有所改变，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第二个，我们在这个假期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规划还是从我们这段时间，当然就是一个社交的安全距离，然后跟戴口罩。然后人流的管制，
那人流的管制之外，那有人流的劝告，比如说我们停车场这里就规定有多少人多少辆车子才能够停，那就不能停。那另外进去有些地方就会有些地方比较挤，有些地方比较松，那可能我们的相关单位的人员就会劝导，就是说，这样比较挤，你可以到比较松的地方去。然后第三个，交通部还有内政部、警政这边都已经协调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等于是一个不是那种细胞警讯量情况，是让大家了解各个地方的一个人流车流的情况。像今天其实我们在连假之后，其实我们就开始在针对人流有一些措施嘛，那也都在不管是国家公园也好，或是交通部的国家风景区都已经在采行。那以今天早上为例啦，玉山国家公园跟高雄的寿山国家自然公园都有采取，因为已经达到警戒值，所以就采取了分流的措施。那这个包括警方跟道路的系统都采取所以这几个假期其实这2个假日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运作这一块。那这个就是因为不管是平常周6日的时候，或是连续假期的时候，我们这套的机制都已经开始在运作跟运行了。所以未来我们大概在台湾我们在施政不会说停止这样的运作，但希望能够让它分配的平均，让大家每个地方去，那都不要太挤，那能够达到适当的分配，那我们认为这样也是比较好的。但如果过度拥挤，那也只好要暂停，也只好暂停。但我们认为不断的用这样的一个资讯的系统，能够大家预先就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或周遭的一些情况，然后自动来做一些这种分流，那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分散是会比较好。那只要够分散，那就够安全。喂，三立新闻提问，想再问一下有关这个列车长的部分因为呢，他曾经有去过公布足迹的这个健身房，那同时也证实他后来也又去上班。那想问一下，现在有相关的框列吗？还是要等到结果公布了之后才会有相关的框列？第二个问题是，刚刚讲这个高雄市的问题高雄市府因为他公布了疑似个案，后来又说他是阴性，那我们想问的是说，医界认为这样子会引起恐慌，所以我想问，指挥中心有给地方政府什么样的权限？它可以公布到什么样的程度吗？谢谢。事实上，他除了说不应办理的事项之外，事实上有一些是要依据指挥中心的在成立的时候依照指挥中心的指示来办理。可事实上在法上面没有规定说他不能讲了。毕竟我们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不过，我也知道说，像我刚才讲说，每天光是通报的，不要说你到疑似的，到通报将近都1000件，前段时间有1800件，然后把这1800件都公告出来，其实对整个防疫并没有什么样的帮助，让大家觉得心慌慌这样子这而已。那针对这些人，如果万一一确诊，那积极的对这些很针对性的人做好他的一个疫调跟匡列，那才是重要的事情。那至于列车长的情况，我们现在，有关这位列车长，他目前其实还是只是一个接触者了那他本身在4月，他应该是说他16号有去这个健身房那不过他其实在4月8号就曾经有轻微咳嗽跟有痰了等于是他到底这一次。就是说到医院去诊断，那看起来是有 X 光有肺浸润，到底是他8号的这个疾病呢，还是说在4月16号接触了才有这个疾病？我们认为都还需要再进一步的研判那所以他16号这时候有去健身房，然后20号，因为他有看到新闻这个。新闻报道，那有这个健身房，所以他就自己去下班之后就自己去诊所就医，也采检了。所以在报道上可以看到说，他4月20号一采的时候是阴性。那因为要等结果嘛，所以他21号都在家里等结果。那22号，21号知道是阴性，那22号又被获知说，他要居家隔离，所以他其实从21号。
之后就都没有再去上班了。那目前其实针对他的接触者，我们都只要等到他确定了之后，才有需要在后续再针对他接触者来做匡列啊。以上，谢谢。指挥官好，华视提问。敦睦舰队呢，它其实出门的时候呢是746人，那返国之后呢是744人，其中有1个人呢因为短时间内很难厘清发烧的原因，所以他就先下船了。另外1个人则是从帛琉搭机返台奔丧。军方目前是都说这2个人采检都是阴性的，不过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最近敦睦舰队的个案很多都是1采阴2采阳，那这个个案时间也比较长，所以是想请问我们还会再针对这2个个案做采检吗？那目前他们是否也被隔离，结果是怎么样呢？谢谢。好像这2位都采检是阴性，好，那在居家隔离中嘛，哈，在居家在隔离中。那因为这2位，一位是没有上船嘛，好，所以他跟这个船的这样的一个群聚的一个复杂度，好，事实上是不相干的。那另外1位是好像到了帛琉之后，好，就飞回来了。好，那回来之后，他大概有一些业务的，跟4月15号还有上船下，可是在船的时间也不是那么长，好，大概从他出发3月5号到3月12号，然后后来4月15号又上过1次船。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是要采检，但是也采用居家隔离。指挥官好，黑后健康网2个问题请教。刚刚张教授有说到说，确实很多病人在严重情况下可以顺利康复，但因为看到欧美其实很多重症几乎都还是不幸过世，所以想更清楚了解说，台湾的这几例顺利康复的患者是否有使用奎宁类或是瑞德西韦？能在这么差的状况下，可以康复，除了医疗照护良好之外，还有什么关键因素吗？那第2个问题是想请教说，昨天国防部有说疾管署会帮忙各军种分舱分流，想请教目前进度如何？谢谢。好，这些个案，当然有一些确实是有用到奎宁，有一些很少数几个有用到瑞德西韦，那不过多数其实是靠，确实是我们的医疗团队把它在最严重的程度的时候，那好好的给他支持性疗法，度过了那个最厉害的那一个阶段以后，其实体内的复原能力会慢慢会自己把它修复康复的哈。所以昨天我也有提到，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它最困难的一个阶段不要发生其他的，例如说再次的感染败血症，然后不要再发生休克器官衰竭等等的哈，那就可以顺利的让它复原过来。对，那台湾在医疗里面，当然是我们现在确诊案件没有那么多，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很仔细的、很好的一个照顾。那原因里面，大概医疗像这样的一个感染症来讲，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感染控制的基本功嘛。那这基本功，我们这10几年来，不管是我们的评鉴或是卫生局每一年的查核，这都是一个非常必要的项目。那长期也都有在演练中。那另外，我们医疗人员的素质整个还是高的，所以在一个有基本功又素质高的人员，那在我们病例不是很多的情况，那当然我们现在的一个医疗的成果都会很好。好，那所以我们积极现在准备相关的量能，准确使用量能，也希望说我们在抗疫的时候能够有余裕，那有余裕的事情就会做得比较好。那至于跟那个国防部这边，我们现在大概也成立了一个小组，那特别一起来看看，整体不管是从预防的教育训练，到整个流程跟通报的情况一起来讨论。那现在是在整个行政上，我是请那个薛瑞元次长来主责这件事情。那请召集人在专业上面也召集一些专家一起来做一个讨论。不好意思，公共电视提问。我们知道现在还有2个疑似的这个疑似接触的确诊的个案，现在还在送检当中。不过部长昨天是不是有接受平面媒体的访问，有明确点出4月30号是一个关键期？
如果能过的话就过关。那现在是不是有所谓的零星的社区接触的这个有可能会爆发的这个疑虑呢？或者是说现在本土病例有可能会出现破口或者是破功的疑虑？谢谢。几件事情大概有点混在一起。我能在几天前讲说，我们本来有台湾应该是有10例，是我们就是没有看到找到这样的感染源。然后在那个时候在讲的那一天，我剩下说还有2例，是还没有。可是到现在为止，那个时间都已经过了了我们大概是呢，最后我们要观察的案例是379嘛379的案例，那个时候是4月7号是4月7号，所以已经前2天已经过了它的一个观察期。那在这一波里面，这敦睦舰队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事件，我们当然第一个关心是舰队的本身，另外是关心他的亲密接触者或者他的接触者有没有受到感染。那这个我们都在我们的匡列的范围之内。那当然需要观察是说这条线有没有往外拓了。换句话说，在我们现在匡列的这里面的人里面，如果有例外的人而没有办法找到有这样的很密切的一个连结的话，那会是我们的危机嘛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不好意思，中天新闻提问，想请教一下指挥官，就是说，因为之前敦睦舰队爆发群聚感染的事件，那么其实现在到这个时候大概是1周，也就是说开始可能过了一些潜伏期，有一些发病的症状。那对于密切接触者隔离5日后会进行采检，但是仍然担心可能会有一些漏网之鱼的部分。那传说这个指挥中心有对医界发函来提醒要加强疑似个案的通报采检，请问有吗？谢谢。有关就是这方面的致医界通函，通常我们在上次保平星号，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个发致医界通函啊。这一次的这个就是敦睦舰队的这个事件，那因为我们有这个对外发了这个简讯那所以我们要提醒医师，针对这个不管是这个接触的个案，就是说确定病例的接触者，或是说有接到简讯的这些民众，那如果来就诊的时候都能够询问，那了解他们是不是有符合症状、符合通报的一个情况，那请这个医师来加强通报。那目的其实就是要让医师提高警觉，那针对可疑的个案，那就立即通报、立即采检，那可以就解除大家的疑虑了哈，谢谢。好，那非常谢谢每次都一定有人要那个，好来啊。部长好 ，ET Today 询问，其实我是想要请教张教授，刚刚我们有做病例的一些分析，那想请教这一次的轻症患者之中，大概有多少是无症状者？这个部分有数据吗？另外想要请教的是，在我们发生敦睦舰队这个案件之后，那有新增大概30例的个案，他都是敦睦舰队的军官，那他们的病例上面，就是他们有没有一些像是症状上面的特征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他们有没有跟国内之前的个案有什么比较，这组群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不一样的地方？谢谢。好，这个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轻症的298例里面如果用采检的时候没有症状，其实是有32例占了7.5%。那不过这里面就我们所知的有几个个案其实是后来有出现症状，那也包括这个舰队里面前面有一波跟大家说有7位无症状的采检的状况，那7位里面有1位后来也出现症状，所以他等于是发病前就被我们采检到了，那后来才出现症状。这一波的30位里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轻症那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只有1例是有肺炎的现象那不过我们还需要陆续观察追踪所有个案的一些状况所以6例没有症状一直到现在没有症状，那其他都是轻症的，那其中有1例有肺炎的现象。
好，那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好，谢谢。福建边呢，指挥中心宣布讲，台湾国内有新增加的一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也个确诊病例呢，其系一个敦睦港区蛋糕的官兵实习生。估总验是全台湾呢累计确诊案例也还有429位案度。韩国呢，按进一步出来看哦，台湾今边新增加的确诊案例当中，也系20岁的敦睦港区男性的成员。估总验是总共也个敦睦港区全期感染来到为31例人呢。估总呢，验是全台湾累计有429位案度，连等13年都无本土案例出现。韩国验是全世界除了讲台湾以外，全世界累计案例就有突破为283万例案度。韩国验是也个亚洲的天气，前几日咧，也个指挥官陈时中今日又表示讲，验是后面嘅疫情还系吹到动厉害。另外，我来关心嘅系也下离台湾近接近嘅也条东南亚国家，韩国东亚嘅国家。一下呢，客家天使韩国客家千新闻就推出嚟海外详情看疫情嘅也个能力嘅单元，今边呢就带详情朋友来去日本嘅东京，透过刘五师呢，佢就有当道嘅对当地嘅观察，带来了解当地嘅疫情一下嘅情形。日本3月25到4月25，当日左右400粒到500粒，个东京珠120粒到180粒左右。也最近一礼拜，当日就死体13到25啥左右，非常的严重。我当日就体育卡唔敢出去，一礼拜视察出去那边买东西，买好就转来。我老公带坎城县。做唔得转来，因为转来，佢就要隔离2礼拜。我来转来，一家到一家房间，吃的东西冇空下，因为佢当日天那边非常的危险。日本的政府呢，对那个国民不错，13年做的10万条日本的补助金，等于台币3万块。较穷苦的人做的省抢30万日本钱，大约快9万块。做某个地方传染出来，大部分是养老的地方或是医院聚集人多的地方传染比较多。我希望这个传染病毒还觉得会消失，因为我本身去过唔好，我如果传染非常的严重，所以我咪请强了。希望大家好好的补充身体。掠喺台湾寄过来的口罩，希望台湾的政府感谢，也还买唔到口罩，消毒液也买唔到。非常希望刘文玲、刘五师哦，佢提供嘅一个东京一下嘅针对疫情嘅前线嘅观察，比如讲做人咩一下买冇系个小偷嘅东西，未买冇也系验视嘅情形。接下来下个礼拜就系日本嘅连续假期嘅，也就系黄金周，也嘅4月29一次会聊到5月初6，总共有8日案究。故所咧也系验视，也嘅日本就爱聊嘅黄金周，政府方面咪提醒大家讲唔好人潮始终按倒起来。家下呢指挥中心没有表示讲，接下来嘅5日连续假期对台湾来讲，验视还系照定本单安全嘅计划，并冇讲想爱留佢战后，或者系留佢绑从高后继续来判。唔过呢，佢咪提醒讲，验视唔排除因为疫情还系爱继续来控制下来，系讲接下来有乜嘅疫情变化到当家，咪系有可能会来改变5日连续假期。唔过验视呢，一下还系全无改变。佢系提醒讲，大家还系爱保持社交安全距离，系个带定做嘢咩，做好人流管制。系讲呢，系讲有人连续假期期间，爱出去挪波一时节。大家要注意人流亚中嘅变化，同讲唔好离安检嘅时节，请大家就系要注意，也要保持社交距离。系讲你查料俾冇来做管制，也系家下陈时中嘅表示讲5日连续假期呢，大家还系要抵好防疫，总得要办事海态。韩国呢，对日本哦，看准台湾鸦片。家下看到，比如讲呢，一个黄金周啊，佢就系一般来讲，就话有当到嘅日本人出现嗰杯。唔过今年嘅黄金周，佢
更怕會千無窮樣嘅。比如講呢，對台灣來講，也係有當道嘅法通，咪係停定至少嘅現場嘅判理方式，唔過係改做用網絡線上嘅方式。比如講當年嘅15月嘅通法總會開發大二，當年土亞附近呢就會判通法之嘅法通，今年你至少嘅，唔過用乜嘅方式呢？帶你透過新聞報道來看啊。大家通法寫詞好了，係突然時客家文化館看法，因為疫情，今年突然通法節冇開幕式，地方討論協會咪表示讚賞，年尾分開來看法，係減少疫情，切開來嘅方法。為了呢個全國的人民的健康哦，要不要停辦呢通法節哦？我當贊成啊！我希望講所有嘅好朋友啊，每天講一定要判太法通章來，平常時都在來。每日天講一定要有人創產過，要去注射咧，你就大家向下出來行聊聊啊！突然時客家局講，今年突然客家通法節用世界宣言做主題，立法通過做寫生比賽，到入人進線，還能冠名推出時態主題，仲用8條看通法強力行嘅路線，還推薦嘅特色傳統，本民眾做得做路線嘅特色，是有規劃行程。現在因為這個武漢疫情的關係哈，比較沒有遊覽車啦，都是自己開車出來啦。有經驗性嘅東西吼，大家較會來啦。我哋嘅通法節改到線上來判法通吼，然後就會講我哋要推薦8條，上通法嘅布套也係古套，就希望就係本民眾做得自家去留了。第一擺通法節規劃到年看通法嘅互動，突然時客家叫咪呼籲民眾看嘅世界要保持安全社交距離，讓唔會人佔人，大家都做得安全又安心嘅看到正嘅通法。客家新聞羅安達突然報道。還係做嚟用其他嘅方式，打幫網絡、打幫線上來看安江嘅風景，也咪係受到疫情影響以外呢另外一種方式。今比嘅客家新新聞出到鴉片呢，新聞感謝詳情聽下來收看。天公年9點半，客家新新聞帶詳情聽下來看報紙，再會。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紀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景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還有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